實收到呢個題目嘅時候咧，都真係有啲望唔到嘅，因為先睇翻3年前我嗰啲題目咧，咁變咗我而家睇翻我哋個題目咧，就Outlook 咁啊。咁變咗喺我呢個範疇咧，我就嘗試講一啲可能大家我哋個中文題目係嗰個 future outlook 嗰啲咁其實咧，我就係會嘗試咧，就會講房地產市場未來嗰個趨勢。係即係最重點係嗰個將來。咁就係關於呢個嘅創新科技，即係我哋而家講嗰個創新係點樣去塑造我哋嚟緊嗰個房地產市場咧，同埋我哋都會去睇下喺而家即將咧，我哋見到個人口嘅變化，同埋頭先有消費者嘅變化。咁我哋第一部分咧，就首先就係會講下香港未來嘅個發展先啦，之後就先再去探討下嗰啲創科嘅嘢。咁首先咧，其實而家講緊香港未來嘅發展咧，我諗大家都聽到好多關於呢個報告會啦，或者係而家政府嘅定位啦，就係講金融啊、創科呢個。咁啊，主要嗰個趨勢咧都係咁其實北部大都會咧，其實係一個嚟緊一個香港嘅新嘅區啦。佢係專注咧就係呢個創科嘅發展。咁令到希望咧可以為香港咧成為一個新嘅增長點。而且呢一個北都嘅發展都係好大嘅。整體嚟講咧，呢個北都咧其實涵蓋咗有4個關鍵嘅地方。第一咧就係話關於呢個完善呢個創科生態圈咧，可以實現香港新工業化。第二就係壯大呢個創科人才，增強個發展力。第三係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咧，建設嗰個智慧香港。同埋最後咧就係可以想話可以更加積極融入個發展大局，咁香港國際化優勢等等呢4大。呢啲政策加埋起上嚟咧，其實就係促進咗香港咧會成一個卓越嘅創科城市咧，亦都可以令到推動進一步。咁頭先講咧就係話北都係一個重要嘅創科城市，其實佢裏面咧就包含咗幾個部分。我諗其中最大個其實佢就係講明一個大個市場化，裏面亦都係包括咗嚟講創新科技。第二部分咧就係可能都市化嗰個技術中心咧，政府都原來大個市場嘅。咁沙嶺其實最新報導咧係都預留咗大個市場。咁我哋個成個大環境咧就係話要有一個叫做數字嘅基建啦，同埋嗰個智慧城市嘅設施。咁我哋今日着眼點咧就可能喺講個生活可以性啊。咁港深創科園即係一個新科技城區咧，其實佢而家個位置咧就係我哋而家喺新田同埋亞洲呢啲嘅。呢個就個位置上咧係比較近深圳嗰個科技，即係而家係咁其實就令到其實呢個新田科技園咧，其實就係會可以成為一個比較理想嘅發展樞紐啦，同埋都係可以產生即係唔同嘅方面咧產生一啲嘅效益，亦都係支持咗講緊香港喺呢個南北上嘅金融創科嘅生產業務，幫助國際嘅創科中心。咁
呢個香港深圳科技園咧，其實同埋呢個另外嗰個深圳園咧，同時都係講緊有300公頃，其實都係喺自己規劃下重大嘅粵港澳大灣區重大嘅。香港同深圳咧，其實咧就係都係會發生出嚟嘅發展啦，遵循我哋呢個叫一區嚟嘅發展。咁其實喺呢個廣深創科園裏面咧，就大概應該就到8階段。第一個階段嘅總面積係咁而最新就係包括有3棟嗰個建築，包括係一個長住10萬，其實應該喺咁而政府亦都再釋出多5公頃嘅土地咧，支持呢一帶嘅發展。咁第二嘅工作咧就嗰個發展應該都亦將跟住另外一部分咧就提到啦，就係關於流浮山嗰個數碼科技專項。咁佢其實佢個位置咧就會係喺呢個布達公園嘅西邊，咁就喺呢個一路延伸。咁佢嘅專注咧就係喺提升係香港同埋嘅深圳咧，而家喺嗰個咁亦都係可以建立一個標準嘅希望可以咁頭先提過啦，其實政府咧就會有10個公務嘅，就喺呢個部分咧就主要係發展咁嗰個佈局嘅開發咧，即係呢個林森嘅開發咧，其實就係會有咁相關嘅研究出現開咗，咁預計今年流浮山其實咧就會係深圳灣方面嘅前海啊、南沙區咧，希望咧咁會涵蓋嘅方面咧就包括科技啊、生物同埋數字方面等等。咁而呢一個嚟緊個建議嗰個香港深圳西部鐵路嘅建設咧，就3站咧，佢附近嗰個地塊咧已經係劃定咗係一個樞紐嚟，咁規模其實係可以過富林嘅數碼港嘅使用並且會加入咗啲酒店嘅配套啊、零售設施啊，咁其次都可以改善旅客嗰個咁頭先提到咁多嘢咧，其實都係關於啲創科啊同埋產業嘅發展嘅。咁所以其實政府咧亦都係會繼續去尋找一個合適嘅土地俾呢啲產業發展啦。咁咧其實我就呢個同意咧，牛潭尾咧，其實就喺呢個東北面，佢係呢個創科地界啦，佢係黐住深圳科技城。咁嚟緊一個嗰個北環線主線嘅落成之後咧，牛潭尾同埋呢個新科技城咧之間咁同其他更多嘅地方嘅市區咧都會有個好緊密嘅。咁而且嚟緊嗰個跨境嘅北環支線興建緊嗰個新嘅口岸咧，將來亦都會為由牛潭尾去嗰個前海中區啊、廣州新科技園啊、深圳嗰個交通。咁喺2023年嗰時咧，公布咗咧，牛潭尾咧就係會用作一個專上聚焦咧就係會喺呢個科技，咁亦都係配合新田科技城嘅發展咧，就會推動喺2024年嘅施政報告裏邊咧，政府喺北都咧就其實預留咗至少呢個80億咧，就亦都係會包括埋第3間嗰個醫學院嘅發展啦。其實睇翻同日司長講咧，呢個數字應該唔錯，都係8億多。咁
成咧，陣間我哋會再係啦。咁呢個價成咧，原先佢嗰個規模咧就係46公頃啦。咁但係因為其實因為佢都仲係一個初步嘅概念，即係實際嘅數字我諗都應該係收嘅。咁其實政府咧就係想透過呢個價成咧，就想引入多啲品牌嘅香港嘅機構咧，提升香港亦都可以培養到高端嘅人才咧，生活推動香港可以成為高素質。咁與此同時咧，其實呢個喺個教授方面咧，亦都俾預留咗公營嘅土地咧，係做呢個新建嘅綜合醫院嘅教授。個規模咧係達到3000張地，亦都係會提供一啲教學醫院啊一啲專業嘅醫護人員嘅咁頭先提過咧，教授裏面都係會有呢個第3間嘅醫護嘅教授，咁亦都係向有興趣學校。根據而家最新嘅結論咧，就係話就大學啊，呢個科技大學啊，呢個嘅領袖咁而嚟緊，因為我哋頭先講有好多嘅基建項目咧，其中一個北部連線線嗰個主線嘅土地站咧，附近都規劃咗一個中學嘅住宅城，咁亦都係有呢個15分鐘嘅時間。好啦，頭先我哋都有提過話，其實香港嘅人口咧，而家都有嘅消費者係啦。咁我哋以下會再講少少啦。香港人口係理想講係變化緊嘅，咁主要咧就係個年齡嘅增長，我諗係人手個醫療就係進步咗啦，一般人嗰個生育率係近年高，所以政府而家近年都係積極去做呢個。咁其實我哋會預計到咧，去到呢個人口金字塔咧，上面出現好3嘅，咁同埋就會見到咧嗰個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頭先胡生都有提過啦，好多香港人啊，或者其實都係嗰個消費嘅情況咁而就算留翻喺香港消費嘅居民都好啦，佢哋而家都會選擇即係佢哋可能會買變咗呢啲種種咧，都係一種個消費嘅即係就住呢個人口老化、消費嘅情況，即係我哋講咗咁多個大項目咧，其實都幫到呢一啲其實就係會希望透過呢個嘅教育或者呢個教育嘅建立咧，可以創造一個呢個你唔會騎瞓覺嘅啦，咁咧真係嘥時間。不過佢頭先啱講係電腦打波話真係幾有用，係嘅，陣間佢做新咗就有用。係嘅，可以攞嚟做參考喎。所以變咗我哋都係要用一啲學人嘅措施啦。第4咧就係可以地方經濟情況，希望透過其實錄到啲聲，佢都唔係推，唔係推住個咪。亦都係可以促進多啲消費者嘅咁希望就透過呢啲嘅交流咧，可以
設施咧，就可以希望啦嘅加強翻嗰個嗱，咁即係我講咗咁多嘢之後咧，都想講其實嚟緊香港個走勢啊，或者嗰個產業都應該係關係咁跟住，其實我哋就下一個部分咧，講完嗰啲產業之後咧，就要去翻嗰個咁啊，業股值嗰度咧，其實頭先邊時都經已好詳細地講咗啦。呢度呢度咧都解釋啦，因為我哋作為一個專業嘅策略師咧，一般嘅個業股值工作咧，都係會就住佢個物業嗰個嘅性質啊，買咩？一個方法啊，好啦，咁個情況係我哋而家嚟緊喺嗰個新發展嘅趨勢下，咁究竟我對我哋有啲咩影響咧？嗱，我哋一般喺而家市場上最常見嗰幾大類型嘅住宅啊、商鋪啊、寫字樓啊、房產咁頭先係舉埋喺香港嗰個物業市場咧，嗰個物業成交嘅資產大致上都係比較強，亦都個數據多，所以好多時我哋都可以用一啲比較法啊，即係喺隔離揾下買嘅機率數啊，做啲調整啊，就可以做到個數據。當然中間都要先做一啲專業嘅嘢。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嚟緊，我頭先講咗係一個區域化，都有10年時間。嗰啲嘅物業。而家4.3啦。傳統嘅寫字樓，但係我哋睇到傳統嘅寫字樓，而家就發展到中心咁有點樣咧？咁你有冇見到咧？喺現行你見到嗰啲物業有冇啲乜嘢咧？呢啲就係我哋將來會放思到會遇到嘅問題。咁呢度就話其實萬變不離其宗嘅，因為你無論你個物業嘅成本都好多，都有嗰種成個基準。我哋都可以用翻我哋現有嘅標準方法，只不過係當中要考慮嘅因素，嗰個我哋其實就要與時並進，咁啊要再即係都係要講啲啦。咁而家我就再下邊咧就講啲例子嘅，因為頭先我哋個題目咧都牽涉到話科技對呢個物業嗰個發生有啲咩？咁其中呢一個譬如我就帶咗一個新一個例子咧，就係喺咧再嚟到一個呢個係一個智能倉庫，佢裏面咧其實大概超過400萬尺嘅地方，咁係一個自動化嘅倉庫啦。裏面佢哋嗰個物體係好高啦，庫藏亦都係比一般嘅地高好多。咁佢裏面嗰個自動化系統咧，其實就有包括嗰個自動儲水系統啦、自動引導車啦、自動化，咁亦都係喺一個方便嘅情況之下，都係減少咗好多人嘅需要。咁對我哋嘅估值有啲咩影響咧？其實呢啲嘅物業嘅樓業可能嘅租金咧，咁好啦，對估值啲咩影響？或者對物業發展啲咩影響？其實呢個就係而家嗰個新嘅趨勢。而家可能做物業啊、做倉儲，經驗唔係以前嗰個發展嘅傳統啊，或者起咗個倉出嚟，起咗啲物業出嚟，話好啦，俾你擺貨就難咗咯。但係而家變到要求就難咗啦，即係你呢個樓體咧，咁變咗其實嚟緊，如果要做物業發展，如果對發展商嚟講，對啲投資者，你要諗嗰樣嘢咧，可能變咗去做個開發嘅嗰個經驗咧，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譬如做農業嗰個即係呢啲其實都唔係啲咩新嘢嘅，就係只不過就係我哋香港嗰個農地嘅重要性。佢有好多派嘅
頭先提過好多新嘅產業啦，嘅機制啊，個環境可能咁變咗可能喺個規範啊、設計啊，喺個規劃都要咁啊 conception 啦 fashion 即係如果你要喺嗰度都有成本，咁變咗我哋就係要可能係需要到其他嘅數據方案分析多咁譬如話你好多可能要做以前而家專家要咁但係咧就每個喺一個演變嘅過程中，每個新聞咁我諗最重要係即係而家政府可能想發展有更多嘅